后来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市武东一个议员黄捷的罢免案。2月7日，这个礼拜六要来投票。针对着昨日罢捷的车队游行出现着不雅字眼的扛棒，黄捷是来呼吁讲，唔通来霸凌女性。民进党女性的议员早起嘛来开记者会，要求道歉。那这个罢捷总部的发言人回应讲，不雅的扛棒唔是罢捷团体的意思，事先因不知情。透早高雄市议员黄捷由立委柯志杰区议员等民进党的民意代表陪同，第六天徛伫街路争取红山乡亲的支持。针对1月31日罢捷团体发起的车队游行出现不雅的字，黄捷讲，伊无希望看到这款霸凌女性的风声。使用不理性的方式在表达诉求，这样的风气，相信对我们凤山的乡亲来说都是不乐见。民进党女性议员早起伫高雄市议会开记者会，谴责罢捷团体，要求回责任。女性不应该被霸凌，罢免的权利不应该被这样的践踏。我们要求道歉。那个是拔菜团队、拔菜团体他们的想法以及做法，并不是我们罢免黄捷团体受益的。要公平，请拿出一致的标准。我哋讲是支持女性，罢捷总部发言人出面回应，讲这本爱看榜是无共团体做法，并不是罢捷团体意思，事先嘛唔知影，希望讲社会检视标准爱共款，唔通针对某一寡团体放过其他团体。